去滑雪啦！華發冰雪熱雪奇蹟已經盛大開業，一場冰雪狂歡正式開始啦！環島中港通正在熱賣港客專屬套票，方便香港嘅朋友仔同時解決交通、雪場門票嘅問題，可以輕輕鬆鬆就去滑雪。套票包含咗香港、深圳嘅單程或來回車飛，同埋雪場嘅門票。雪場會免費提供滑雪服、滑雪鞋、頭盔、雪板、儲物櫃，真係基本帶個人嚟就可以滑雪啦！套票分有4種，分別係3小時初級度滑雪套票港幣420蚊起，4小時初中級度滑雪套票港幣460蚊起，4小時中高級度滑雪套票港幣540蚊起，不限時中高級度滑雪套票港幣670蚊起。環島中港通響港九新界有近30個站點，真係仲有一個響你屋企附近，每日往返雪場更加多達46個班次。香港出發一票直達，落車行幾步路就到滑雪場，方便到飛起啊！大家可以喺手機搜環島中港通，點擊服務號底部嘅立即購票，再選擇旅遊套票，然後購買。又或者可以喺以下指定嘅香港門市購買得到，咁方便，快啲約埋你啲朋友仔一齊坐環島中港通巴士去深圳華發冰雪熱雪奇蹟，體驗真正嘅滑雪天堂啦！